但我觉得刚刚前面比的话，现在人有点少了哦。从这边你们看一下嘛，是不是？这已经都到这边去了，堵车了已经。这边人少的原因就是，已经堵车了，你看一下。哦，也等着倒下，等着。看看这，跑的车就等着3个对的。像你姐姐，今没的车子，当然是不做事。现在把拉走了，空空说了，这是小皮群体，这只有就他们三小毛的了。怎么等着就去啊？等着就去等着。哦，现在带个等的时候。那嘞，只能就是几走进年娘都得想着大姐，碰的只就把这个那嘛那可能从那搞的个的，小明餐个问题老是忙个你忙去，我是大网红，你看嘛，这边有一个网红直播在，你们认识吗？这老空空搞了，这讲个当大小子得小个去，这能把经济，感谢点赞啊，感谢。那就算了，就今天在那么久了嘛，那是就已经了，对，这小个去。等着就去啊，等着吃就去过。啊，我累计还没拿到，是的。都无所谓了，现在年轻人这啥回事？以后你们搞了那个大超市里面装逼的时候，这里吃饭的话，这个早餐里面饭那些非常好吃啊。大家多支持一下啊！也是一个我上班的地方的分店啊。真的排队好长，你看嘛，他等了1期还没拿到呢。是的。看是。对，你就是。哎呀！谢谢张医生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帮我们点点赞啊！不是人家的直播里面人多的很，真的。谢谢，他今天没穿赞帮啊。没有，本来打算穿，你看嘛，这么多人里面穿的没有？今天忘了穿了他。要么你这老妈你穿。啊。你这老妈你穿。继续。
咱这做小皮好做去，俺几个都给你干。咱做个你小皮子的。粉丝哦，天天看您的作品，很搞笑，谢谢你们的喜欢啊！然后有什么要改进的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说啊，因为我们两个也刚开始嘛，所以不太懂。真的821个人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800多个人来了。就是怀念以前嘛，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放牛呀，那些都是那样过去的，所以怎么说呢？就你们需要我们两个改进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人好多，真的好多。兄弟姐妹们，帮忙点点赞啊！真的是这边的话人少了，这边还这边人少的原因就是你看嘛，都到这边去，都这里去了嘛。拍的真的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在哪边拍的？我们到处都去。估计的地方没有。我们过了20几天就回老家，然后那个师傅的而且要我们7月1号左右就回老家了，然后在那边给你们拍更好的作品啊，然后那边去准备，然后拍更好的作品给你们。因为这边的话条件，那个怎么说嘛，条件不够。今天是藏历15号，萨哈达瓦节，所以人比较多。不是比较多，非常多。啊，然后需要改进的可以说，帮忙点点赞啊！哎，到下播怎么着这小皮子？我们打到现在人这么多，还受不了，肯定受不了。你看，人特别多。帮忙点点赞啊，兄弟姐妹们，点点赞。881个人有这些，我的那个。你老家是我老家是四川德格那边，德格县的，我是德格的。夏天的话，我们老家非常舒服，要过去。夏天的话，我们老家真的非常舒服。要过去作品的行。过去那个回老家拍。谢谢。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点点赞啊，兄弟姐妹，谢谢谢谢。他的录音机被别人拿。我的录音机是别人不是刚刚人家拿走了，刚刚人家现在跑了。对，特别多。我本来。现在已经5700了，现在点到1万以上了啊！牛逼 class。谢谢你的关注。然后呢，等一会儿我下播了，你们去个那个抖音里面搜索一下这个我的那个名字，藏子的那个搜一下。然后在我老婆的那个号里面今天晚上直播啊，你们去那个号里面看一下，可以吗？谢谢。帮忙去没关注的那些关注一下，没点帮忙点个赞，然后我给你们一个一个好好的看。现在呢，人磕头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张机的人也越来越多啊，非常舒服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藏历15号，也是一个大昭寺，前面也是一个你们看嘛，月亮是这么亮，这么白，真的。客气了，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梦娘要不那个，好了，给他带了，好了的。俺给你那么去，咱们到这边年上对吧？对，等自己再说。大家看一下嘛，真的，不就送去的。帮我点点赞嘛，正在磕头。都是木能，就是木能吃，是吧？来自哪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来。那是第个是说，而且你有没这个？秋红小本记得我跟你们打招呼好好的，哎呀去。
没有关注的没有那些点关注的个关注一下。帮我关注一下嘛，谢谢谢谢。帮忙点点赞，帮忙关注一下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人这么多，这是大昭寺前面，大昭寺。给主播点点赞嘛，这么多人，一个点赞都没有。阿文，谢谢你的关注，谢谢你的关注，谢谢你的关注。没有关注的给主播点点关注嘛，谢谢谢谢。没关注的给主播帮忙点个关注。这是你看，这是大昭寺，大昭寺。今天是藏历15嘛，所以课程真的比较多。帮忙点点赞，没有关注的给主播点点关注的，谢谢。谢谢华华送的小爱心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送的小爱心。谢谢你说我带上，谢谢你的关注，谢谢你的关注，帮我点点关注啊！谢谢你们的点赞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真真，谢谢你的点赞，谢谢你的点赞。啊，聊天嘛，姐妹们聊天嘛。然后我7月1号左右就回老家了，然后拍更好的段子给你们，献给你们。然后你们想看的那种舞蹈或者那种作品有的话，给主播作品里面想听的歌那种想看的舞蹈那种回忆的那种的话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给主播说出来，主播尽量满足你们啊，谢谢。给你们，这么多人，好多人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感谢点赞啊，姐妹。